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6月17号，只问耕耘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3章1到17节。我栽种，亚波罗灌溉，可是使它生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的和灌溉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在于使它生长的上帝。哥林多前书3章6到7节。哥林多前书在前4章都是属于同一个单元，讲到哥林多的教会结党分裂，非常的不属灵。今天第3章更清楚地指出这个问题是在哪里。除了他们教会观的问题之外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属肉体的事情。应该这样讲，哥林多教会他们其实自以为很属灵，很有智慧，所以保罗就用圣灵的启示，神的智慧来告诉他们，他们其实不是属灵的，而是属肉体的，他们只是婴孩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从3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是在吃的方面，他们所吃的是奶水，因为他们不能吃干粮。第二，他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和分裂。第三，他们说自己是属保罗的，属亚波罗的，他们跟世人是一样，就是在那边分裂，所以他们是属肉体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是属神的肢体。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成长，才能够使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跟神一起来合作分工。属神的教会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，我们互相是肢体而已啊。所以在第5节到第17节就要来说正确的教会观应该是怎样的。教会的建造是一种耕耘的服事，所以说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呢？我们做牧师的，做传道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、区长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志工跟同工，或者是我就是忠心的来礼拜，忠心的来服侍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次的小组，我准时尽我所能的，我就是成为一个我工作上一个尽心尽力的一个好的工作者。这就是一个教会，就是主的肢体。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跟神一起来合作。合作什么呢？合作要建立在各地，要建立上帝的教会。教会有没有成长？弟兄姐妹生命有没有成熟？其实仍然是属神的事。那么属神的事，我们就要用神的能力来建立，而不是用人。我们不是建造的根基，在用人的方式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的态度，就是第10节到第15节所说的，就是我们工人，我们是一起建造神的同工，我们要来建造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根基了。我们要来建造在神的根基上面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亲爱弟兄姐妹，神的殿指的不只是看得见的教堂，或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，我们要去来服侍很多的羊的需要而已。其实从最小的地方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在防疫期间，我们在家里防疫，我们就是一个好好保守神圣殿的一个方式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来成为万有这个主的教会呢？
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就像哥林多的教会。我们如果是这样自以为有智慧，就算我们相信的耶稣，我们仍然会用别的在这世上的来建立教会。主不要。所以主在21节说，所以不论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。其实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说你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来夸口，我们是属神的。愿我们的生命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在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我们都是属于神的，好吗？因为属于神的，神绝对会照顾我们全方位的。我们是属神的教会，教会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做万有之首，我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今天就能够来决定，今天我们的每个动作，每个想法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决定，怎么样来做。愿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谢谢你邀请我，肯定我成为你教会的同工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是你在乎的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尽心尽力，在今天每一个时刻，我们努力来耕耘，使神的教会都能够来成长。主啊，因为收割的是你，我们不分彼此。愿你帮助我能够善用你赐下的恩赐，荣耀主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能够活出属神儿女、属神教会的见证，使人能够来认识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神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，用这样来鼓励我们哦。我们明天见。